续来到台中的后里，一间鹿园度假区边仔的鹿羽山大道，1公里长，种大约700丛的鹿羽山，开始来变色，黄色、青色、红色互相来掺染，袂输是外国的景色，真侪民众来翕相打卡。 规排的鹿羽山随天气变冷，叶花嘛渐渐为青色转变做红色。无论是为真远所在看过，或者是我近看，袂输坐飞轮机飞到欧洲佚佗行踏。然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感觉，整个落羽松大道它整理得非常的好。全长超1公里的鹿羽山大道，就伫咧后里就名鹿园度假区边仔，内底种超700丛的鹿羽山，树棵灯笼上地道美景，将做当天限定版的观光美景。好，层次分明，然后好像是异国风情。即摆鹿羽山大道已经差不多6成转红，想要看到美丽景点民众，就爱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